香港金像獎第一次演戲就拿獎。爸爸蘇文濤16歲當劉青雲兒子。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今27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，7點半正式開始。第一個獎項就是眾所矚目的最佳新演員獎，由爸爸的蘇文濤拿下。他在演出爸爸之前是100%的素人，16歲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參與試鏡就着屏中選，飾演劉青雲與谷祖琳的兒子，更挑戰患有精神分裂思覺失調症患者的高難度角色，表現極為亮眼。第一部作品就獲得最佳新人獎，有趣的是他被許多網友媒體讚譽神似台灣人氣男神許光漢，如今才18歲的他，未來可能有成為新男神的潛力。蘇文濤上台前先跟劉青雲、谷祖琳及劇組夥伴握手致謝，上台也相當有禮，先感謝頒獎人梁朝偉，接着表示好突然，多謝梁朝偉先生，多謝我的家人。雖然我整天跟你們鬥嘴，多謝翁子光導演、區卓文導演，謝謝你們相信我，你們用了完全沒有演過戲的素人。更感謝演戲指導及介紹他試鏡的人，更感謝片中的父母劉青雲、谷祖琳與妹妹洪樂兒。